也未上场，就新风洞，这是出名画图家基米，伫咧宜兰火车站附近成立到基米广场，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已经几落年啊，一款游客拢特别来到宜兰行搭，要来遮看卖。宜兰市市公所进一步伫咧旧城区做13个特色公车站牌啊，车站内底就有真古锥的红啊，若公车内底有画图，本内底的这个角色，要陪游客做伙来坐公车。 公车入站啊，我过看草啊色加上绘本的风格，一个看就知影是基米的作品。绘本内底主角出现伫公车牌啊边啊，上车个古锥的翁啊陪你做伙坐车，后面将相机摕出来一直翕。当我们看到这个吉米的可爱的人偶的时候，心情会更不一样。然后在这边等车也不会觉得无聊。身为一个宜兰市的市民，有这样的一个符合宜兰市的一个地景的在地的艺术，当然是非常喜欢的。 游客徛伫车牌头前，甲基米故事的主角互动，其实宜兰火车头附近，早到基米广场这大型艺术啊，市公所嘛进一步打造13个基米公车牌啊。旧城的一个旅游观光巴士里面就充满了吉米老师的观光元素在里面每个站牌都有它的特色。我们沿着这个我们的旧城环状。 总共有13个车站，配合公车牌启用，市公所嘛伫人面册办活动，民众甲遮的新的景点翕相，就当参加抽奖，嘛互遮的基米的新的景点，加做城市内底上特别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